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4日在新加坡发表的一场演说中，指责中国通过胁迫和恐吓来支持其在南海的领土主张。这是他在东南亚之行对中国发表的最具批判性的评论。他说，南海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。七国集团联合声明表示，2021年8月24日，在英国的主持下，我们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举行了虚拟会议，讨论阿富汗的局势。联合国秘书长和北约秘书长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我们对阿富汗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，并呼吁保持冷静和克制。8月24日晚，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，同观众将无缘现场观看东京残奥会比赛，就像东京奥运会期间一样。本届残奥会共有来自161个代表团的4403名运动员参赛。近年来，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有所增加。尽管来自美国的压力，新德里政府仍准备从俄罗斯购买 S-400 防空系统。俄罗斯官员23日向媒体证实，将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时间表和合同义务，在2021年底前交付首批 S-400 防空导弹给印度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第5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于8月19日至22日在宁夏回族组织银川市举行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，在电子信息、清洁能源、新型材料、有机食品、产能合作、互联网与健康旅行合作等多个领域签订了277份合同，总金额1560亿元。2021年欧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第7比赛日的较量结束，D组土耳其3比0力克荷兰，以全胜战绩锁定小组头名。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阿斯哈尔马明在24日召开的政府会议期间，强调了秋季全国人口普查的重要性。总理表示，人口普查工作将于今年9月1日至10月30日期间进行，为实现相关程序工作的自动化，计划推进无纸化方式，采用数字技术。